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屏东的山川琉璃吊桥。当时一开始营运无到半年，这个游客就超过700万人次。但是今年这个游客无到10万人哦。啊，同款位伫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年入园的人数已经超过12万，创下着新高。因为这个当地景致真水，生态丰富，加上草坡隧道佮通车路，这拢为园区带来游客。 人坐到个有线来管制，这是屏东山川琉璃吊桥营运初期，游客无到半冬就超过100万人。不过即马人无比进前搁较济，今年搁讲连10万人拢无。 就是要配合水门转运站之后呢，然后另外我们就针对山地门端我们琉璃吊桥山地门端的一个工程改善的一个手段以及指标的一个改善更能符合我们一般游客的一个需求。结合原乡套中旅游的行程，有嘛会使吸引游客来看卖另外一边。 春天看蝴蝶，热天耍水；秋天会使伫森林内底散步。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草坡蹦空通车，今年来耍的人已经超过12万。去年的大概10月份的人数大概是11000人，那目前是23000人。疫情期间，民众拢去外口，会使耍水，阁会使享受芬多精的森林游乐区，变作热门的景点。相信到明年春天，才拢会真热热。